香港艺人陈静于8月8日突然在微博单方面宣布退出娱乐圈。经过3个月的冷静和反思，陈静明白赌上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，并于11月5日舉行記者會，向大家交代事件。陳靜一出來，首先向各位鞠躬，表示誠意。大家好，好多謝各位傳媒抽空嚟呢一個記者會。咁喺3個月之前，我係喺微博單方面宣布話要退出幕前演員嘅工作，係一個非常唔負責任嘅行為。而經過呢3個月嚟嘅反思，令我清楚知道自己今次係有幾錯。咁我都好多謝公司俾機會我今日可以喺度同大家清楚咁交代呢件事。之前係因為出現咗情緒嘅問題，患上情緒病。咁當時覺得工作壓力係好大，好多事情係抑壓喺心入邊，唔知點樣去處理啦。亦都唔知點樣去面對，又冇將自己嘅壓力去表達出嚟。加上我當時屋企係出現咗好多問題，咁好似個雪球咁樣越滾越大，將個問題。當時嘅我嘅精神係好脆弱，好多嘢諗埋一邊，亦都認為自己嘅性格係咪唔適合再做幕前嘅工作，所以好衝動咁樣喺微博度單方面宣布退出。我以為逃避就可以解決問題，我亦都明白到我之前咁唔理智嘅決定係影響咗好多人嘅，所以都想鄭重咁同大家喺度道歉。陳靜於記者會上向經紀人施念慈、公司的同事、家人、傳媒朋友、受影響的合作夥伴、電影導演、監製和演員等致歉。表示這段時間要大家善後和擔心，很對不起，亦同時向大家透露他現實的病情。關於我嘅情緒病，其實醫生係證實咗係患咗中度嘅抑鬱症。咁我之前一直都有睇醫生嘅，醫生俾我嘅病假紙係去到9月27號。咁10月份已經開始減藥。而醫生開俾我嘅藥呢，係會食到今個月月中，而家嘅情況呢，係大有改善嘅。最後我都好多謝我公司對我嘅理解、體諒同埋可以再俾機會我。而經過呢一件事，我學懂咗乜嘢叫做珍惜。我亦都明白到其實可以做自己鍾意做嘅嘢係一件好幸福嘅事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就會用積極嘅態度同埋好正面嘅態度去珍惜每一個機會，話俾大家知道，我真係會珍惜以後落嚟每一個工作機會。